歡迎嚟到現心靜坐。我哋今次嘅練習係幫你容易啲入睡，無論係瞓到一半醒咗，或者係有困難去入睡嘅，都可以聽呢一次嘅靜坐錄音。好多時候我哋想容易啲瞓覺嗰陣，都忘記咗一樣好重要嘅一點，就係我哋嘅身體要感覺到放鬆，我哋先至會容易啲瞓得着。咁而家你揾一個舒服嘅姿勢瞓喺度，好似平時要瞓覺嗰陣嘅感覺嘅姿勢，去聽呢一次嘅錄音。深呼吸，慢慢吸氣，呼氣，再一次吸氣，呼氣，慢慢咁恢復返你嘅正常呼吸。感覺到你嘅呼吸令到你慢慢咁放鬆。如果你需要做多幾次深呼吸嘅，你可以繼續一路聽住我把聲，一路深呼吸。除咗平靜咁樣呼吸之外，你咩都唔需要做。我哋只係放鬆你嘅膊頭，放鬆你嘅面部，慢慢感到自己變得好攰，好眼瞓。可能你腦入邊諗緊好多嘢，我哋唔需要去停止呢一啲嘅思想，只不過係慢慢畀佢哋飄過，唔需要感到任何嘅憤怒或者惆悵嘅感覺。有時我哋身體靜落嚟，我哋嘅頭腦就開始會好多好多嘅聲音，好多好多嘅思想，呢啲都係正常嘅。尤其是我哋朝早或者日頭嗰陣跑嚟跑去，忙忙碌碌咁，當我哋有一段時間可以靜落嚟，我哋個腦反而就變得忙忙碌碌，好多好多嘢諗。我哋只係留意佢哋嘅存在，
聽日嘅事，我哋聽日就會處理。繼續咁呼吸，慢慢平靜咁呼吸，感覺到每一次吸氣，去吸啲氧氣入去身體嘅每一部分，放鬆嗰個部位，然後呼氣，呼出任何緊張嘅感覺，任何焦慮嘅情緒，就咁繼續保持呼吸，唔需要特登去改變個節奏，只係你覺得舒服嘅速度，慢慢咁呼吸。放鬆你嘅身體，感覺到你膊頭嘅肌肉可能好緊，可能坐咗成日，或者奔波咗成日，啲肌肉會好攰。將佢哋慢慢咁放鬆，慢慢咁釋放佢哋嘅緊張，感覺一下你嘅其他嘅身體部位。佢哋開始感到好沉重、好重嘅感覺，令到你慢慢溶喺張床上邊。你嘅手臂同腳都越嚟越重嘅感覺，慢慢咁樣沉喺張床上邊，感覺到你隻手或者腳嘅溫度，嗰種溫暖慢慢蔓延到去你嘅手臂、膊頭、你嘅心胸上邊。感覺到你嘅眼皮好重，越嚟越重，畀你隻眼、你雙眼一個休息嘅機會。保持住眯埋眼，放鬆你嘅眼皮，
想像你身體上邊所有嘅緊張嘅感覺，都由你嘅手指同埋腳趾咁慢慢離開你嘅身體。每一次呼吸都排出嗰啲緊張嘅感覺，感覺到緊張離開你嘅身體，慢慢咁飄走，唔需要專注於任何嘅地方、任何嘅身體部位，唔需要去思考任何嘢。有你嘅心靈，你嘅思想漂移，你每一次呼吸都感到越嚟越放鬆，越嚟越沉重，專注於你嘅呼吸上邊，吸氣，呼氣，將你嘅身體慢慢放鬆，你嘅思維慢慢漂移，你嘅腦袋放鬆，眼瞓啊變得，所有思想離開你嘅腦袋，恢復返睡眠。平靜咁樣繼續呼吸，唔需要專注於任何嘢，讓你嘅思緒慢慢飄走，慢慢漂移，漂移到一個好美麗嘅地方，安靜嘅、安寧嘅地方，個安全嘅、平靜嘅地方。感覺到你成身體就好似一根羽毛，慢慢輕輕咁樣飄向呢一個寧靜嘅睡眠之地，好似一根羽毛咁向下飄喺空中入邊，隨住風慢慢輕輕咁樣飄蕩。慢慢安定喺一個安寧嘅地方，安靜嘅地方。
喺你柔軟嘅床上邊，慢慢沉得更深，輕輕咁放鬆，享受而家嘅放鬆，將你嘅身體、心靈飄到去深深嘅睡眠。